嘉义阿里山族族对20年前开始，用代表生命精神的促导举办集体婚礼生命斗柜活动，鼓励族族的少年人结婚生囝，是阿里山真有特色活动。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停办，今年阿里山管理处甲关民会合作，初8到初10举办，希望会当推动阿里山部落的观光发展。配合传统的结婚仪式，来参加的新人大家拢真欢喜。阿里山族族20档来。每档拢会举办鼓励结婚生囝的生命斗柜。去年因为疫情暂停，今年又开始举办。我是排湾族的，所以我也是刚了解我老婆的传统文化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。觉得蛮特别的吧，因为没有想过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子，就是会去参加这个。生命斗柜过去每档拢开放12对新人报名，去年因为疫情停办，所以去年名额保留落来。今年若参加的人数增加，规模嘛扩大。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，关民会配合这个活动，甲旅游业者安排观光行程，希望带动部落观光。除了推展这样的一个部落旅游之外，我们也希望推展全国原住民所有的部落，我们配合岁时记忆的活动，把我们的原住民的特色文化。还有产业能够推销出去。阿里山乡公所表示，这2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山区的观光产业愈来愈稀微。生命斗柜是阿里山原住民主要的传统活动之一，希望透过人文甲产业的结合，替山区的观光带来改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